就嚟到農曆新年啦，咁大家咧一定翻屋企咧有一樣嘢會做嘅，就係咧整理自己嘅家居，無論係自己嘅睡房啦、書房啦，或者係幫爸爸媽媽執拾。咁咧就所以今集嘅讀書好咧，我就推薦一本書俾大家睇嘅，書名就叫做《斷捨離》。嗱，呢本書出咗咧，大約有2年嘅時間。出版咗之後咧，唔單止喺日本風行一時，亦都喺台灣、中國大陸、香港咧成為一個閱讀嘅熱潮，就係呢個斷捨離嘅熱潮。咁作者咧就係叫做山下英子，就係一個日本嘅女作家。咁佢個 title 係乜嘢咧？就叫做雜物管理諮詢師喎。聽落係咪好奇怪咧？雜物管理就係咩咧？即係幫你咧屋企收拾雜物。咁咧仲要係 consultant， 幫人去指導佢點樣翻屋企修理同埋收拾好嗰啲嘅屋企嘅雜物。咁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咧喺日本文化裏邊咧，我哋有一個字叫做收納。咁咧日本人係好中意咧將所有嘅嘢咧擺到整整齊齊，因為佢哋嘅室內空間有限。大家打開日式嘅便當盒咧，你就會見到一格一格好整齊咁。咁日本人習慣咧係將嗰啲雜物咧全部咧整整齊齊咁收納好咧，仲要係有秩序，可以知道擺喺邊度嘅。咁可想而知咧，對好多人嚟講咧，如何有秩序去整理家居雜物咧係一個幾頭痛嘅問題。咁所以咧呢本書咧一出版之後咧就風行一時，唔單止有講座啦，有 workshop 啦，甚至上埋電視，去到學校啊。唔同嘅社區會堂嗰度演講。咁今日介紹呢本書咧，大家記住，農曆新年前睇咗咧，包你有着數。下一集再同你講斷捨離。拜拜。